哦，芭比搞早，第一名。芭比其他人则麻烦你，大家搞早哈，则麻烦你交台哈。我甲你大家平安，大家好，无问题。copy URL。好，我拄则无声。是，开关交叉。搞早搞早。芭比，你是红啥哦？安尼是，稍等下，我拼 link。好 ，add link。等下，等先开讲啦吼。等下我可能我甲我今仔日传的要讲的，甲讲互煞啊，开讲就是即几工台湾的新闻我无注意看，但是敢若搁伫立法院啊，逐个搁走去遐为包围立法院啊吼。当然我拄则啦，我才看一下。我伫咧推特才看人讲哦，因为这故事恁大家拢知嘛，我是拄则才知影。哦，原来因为发生这代志啊，所以逐个去包围立法院。啊，拜五含我读书的朋友吼，阮斗阵咧读迄个白话字，伊嘛是甲我讲起这代志。啊，当然，迄阵我较理解较无遮尔多啦吼。啊，我是甲讲哦，其实即寡代志吼，拢想会到的啦吼。今仔日台湾会发生即寡代志，其实拢想会到，迄毋是啥物意料之外的代志吼。简单讲就是讲，你台湾无做迄种意识形态、即种国族意识的即种营造、即种拍基础、即种工程。所以今仔日台湾十个有7、8个，阁是亲生仔，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啊，咱莫讲即嘛，咱转去想较早，伫咧二次大战了战后了后，日本人离开台湾伫迄当阵是啥物人咧换头？其实拢嘛是亲生仔。我讲即嘛讲歹听，就是拢统派嘛吼。咱即马徛伫咱即马立场去讲的，当然是袂使，袂当讲伤无尊敬啦吼。因为因迄当阵的想法，甲因迄当阵有法度有的眼界，嘛就是安尼吼。反对日本亲生仔，所以呢，硬挤一堆要来甲领地的人来统治因，这正常的嘛。啊，伫咧70年、80年，偌济1945年吼。70年前发生的代志，今仔日佫继续发生嘛是相款嘛，表示讲即寡亲生仔的人，因要硬挤一堆来，要来甲你糟蹋的，这正常的代志。今仔日若10个内底，台湾人10个内底有8、9个是绝对有台湾国族意识的，认为讲我台湾才是我的国家，生仔是外国，生仔是德国，甚至是认为讲这是德国，因为一日甲毋想要甲我拍。你若10个有9个、8个有即种想法，因即寡人敢做即种代志吗？绝对毋敢。啊，因今仔做即种代志，我甲你讲，你原来毋通，绝对毋通讲哇有迄种期待望讲啊！你看，恁选即寡亲生仔立委，今仔日伫遐乌白母，安尼你欢喜啊？啊，你会后悔？我甲你讲，因袂后悔，因嘛绝对袂感觉因做咧啥物毋对。对因来讲，你民进党无啥物台独，你才是该死，民进党该下台。今仔日所有伫咧遐做迄寡亲生仔、迄寡立法委员所做每一项代志，在因看拢是好，做了好，干得好，甲你拍婆啊！为虾米？
因的意识形态就是含你就是无共啊。因就是亲先仔，因就是认为讲先仔才是个祖国。今仔日甲先仔赢子来台湾来甲你认知嘛是正常的。今仔日甲所有的即个台湾的即个什物有算，不管是2条还是20条啦吼，还是2亿条拢相款，摕来出卖台湾，摕来开一条路，开伫花莲去，互因先仔要讲搭较方便，直接战车驶就过去吼。我甲你讲，在因看来拢是正当的，拢是应该的，这是为着祖国咧做代志，吼。你绝对你毋通有迄个幻想讲啊，即寡人看了安尼会后悔，我人绝对袂后悔。简单讲，今仔日若讲国会搁定选，我甲你讲百面，今仔日民进党绝对搁选输，因为伫台湾10个有8、9个生仔都搁伫咧头壳内底，无可能会摕掉。因对因来讲，即嘛所做的一切拢是应该的。哦，你去为包围立法院又搁安怎？我甲你讲，搁一遍国会搁定选，民进党教输。啊，所以即项代志遮尔啊重要。好，转来讲啦吼。老卡的朋友若入来，再欢迎啦吼。我拄则讲的即寡无机会听到，你若都无福气啦吼。好，我来讲我今仔日所传的话题啦吼。其实我之前有伫咧Line，还是讲我有分享，我有讲即个应该算昨昏啦吼。昨昏伫咧台湾早起的时阵，我进前我3个转去台湾的时阵，伫咧电台所做的即个采访，伫咧昨昏放送出来吼。啊，当然我有通知阮庄头的阮的亲情、阮的士大，或者是阮庄头的乡亲，大家会当听安尼。啊，里长是阮爸好朋友，我甲当然早了，我甲里长有过啊，里长搁专工搁有过一遍吼。互伊有一个Line的群组啦，几百人，我嘛袂记几百人。啊，伊有甲即个庄头的人讲安尼，啊，所以包括我家己的同创啥，因听过啦吼。啊，较早因是无甲嫌啦，我是家己感觉讲，我讲了是够歹吼，做一甲无讲介好。好，咱即马主题毋是要讲的啦，我即马要讲的是讲，伫咧你若有听过我迄个录音的人，其实你就可能今日知影讲我要讲啥吼。但是因为我顾着讲有人无听着，咱搁对头开始讲起。我主要要讲的是讲，迄个主持人伊嘛有问我讲，为虾米你要写一个庄头的历史？一个庄头小小一个庄头的历史啊，有啥物好写？我讲，其实我足希望伫台湾有即种风行，有即种事件，有即种流行，就是讲在地书写在地。就是你写你家己所出身的所在，你写你所上熟悉的迄个所在，你甲即个当我讲写，毋是讲敢若书写啦吼，毋是敢若文字书写，毋是敢若讲口述解说去宣讲宣说安尼尔。包括所有的即个做创作的人吼，不管你是创作声音、创作图形，譬如讲你是做画图的啦吼，雕刻的啦吼，还是你是做音乐的，你所有创作迄个，你甲你的在地，甲你的local的物件，上在地的物件，摕来做你创作的迄个来源，创作迄个灵感，这是足正常，而且这是足好的一种出发点，就是你创作的即个出发点。就是对在地对你上熟悉的物件，你对你放上侪感情的，可能你无注意讲你感情放伫顶头，但是实际上因为你对伊上熟，你逐工接触到，伫咧即顶头有上深的感情，你绝对有法度，你该摕来当做即个创作的即个题材，绝对比别人来写、别人来做搁较好，因为你比因搁较熟，吼，就是讲我要推广即种。在地书写在地的即种观念，即种观念其实是普通观念啦，这毋是啥物哇了不起的思想，绝对毋是。即你若有接触国外，不管是啥物创作的即个活动的人，你拢知影，对你来讲，这足平常、足日常的代志。你若有看日本剧，还是讲
看美国剧，对因来讲，就是平常事实的代志。吼、啊，我伫咧即个采访内底有讲起一个例，我今仔佫讲一遍吼。哦，对，我今仔日即个房有录音的吼，等下要开讲，你着爱知影讲即有录音的吼。家己考虑者啊。我要讲迄个例，就是讲我前来食美国食即个所在食头路的时阵，我来头一个月，我对即个所在真正足兴奋的。我即摆想下兴奋到什么程度？迄车驶有10分钟会到的所在，我爱驶半点钟才会转来，安尼就对了。去10分钟，转来毋知影路去，驶半点钟才驶转来。伫咧即种情形之下，我足想要讲，较早对即个所在啊紧认捌啦，袂当讲遮尔生疏啊吼。啊，较早我有一个观念，我迄个观念真正是对我足帮助，就是讲，我知影讲，你要认捌一个所在，上紧的方法就是透过文学，透过文字的书写，看人，所以我就利用礼拜时啊，我走去阮即遮在地一个图书馆，我就去遐找看有即种写我即附近的即种装头的即种文学作品摕出来看安尼，甲借转来看。结果我真正找着一本，嘛运气诚好啦吼，真正是上帝甲伊带路。遮尔侪本我找迄本真正是上好的吼。伊所写迄个装头离我差不多15分到15分的即个车程尔。其实就是我即马咧食头路迄个所在，迄个镇，迄个 town 吼，迄个故事的主角就住伫遐吼。啊，简单讲就是迄个 town 呢，其实是住足侪犹太人，而且因为一间大病，所以嘛足侪医生住伫遐。啊，迄就是好野人区啦吼。啊，个故事就是设定讲，主角伫遐。啊，迄个主角呢，伊的设定就是和我差不多岁数。差不多是60年出世的，啊，伊的迄个teenager时代差不多70年、80年的时阵，啊，就等于和我差不多成长的即个过程，啊，所以我就等于看伊伫遐成长的故事，啊，当然，就是因的迄个生活范围和我即马生活其实是定他足多嘛，因为阮着差10外分钟的车程。阮一般伫遮生活范围差不多是车程半点钟以内，驶车30分以内的所在吼，拢是平常伊咧生活去。比如讲，你去 supermarket 买物件啦，附近啊，你有诶信教诶去附近诶教会啦吼，啊是去不管是买啥物食清用诶物件，吼，去Home Depot去买啥物工具啦、家私啦吼、五金啦吼。建材杂碎啥，差不多是半点钟啦吼。一般你讲要驶到1点钟嘛是会啦，较特殊诶，比如讲你要去日本超市，要去韩国超市时阵，有时仔你着驶较远，但是一般是半点钟。啊，我对来讲，伊超过10外分车程，所以迄个故事主角伊诶生活诶范围嘛，差不多就是和我即马生活范围差不多尔。啊，所以等于我就是透过即本小说，对即个所在有20外年诶认捌吼。当然，伊迄个故事是写伊迄个青少年时期成长的故事啦，吼。OK， 所以因为安尼，我知影即个位啊有啥物所在通好去，有啥物，譬如讲，我知影讲附近有一个，阮即遮有一个水墙哦，瀑布的 falls， 有一个水墙，啊，伊大迄桶遐有一个zoo。有一个动物园，你毋通看动物园，敢若讲四界有呢。其实动物园毋是四界拢有诶吼，尤其是较早吼，较早可能捌流行过，可能伫足侪所在有。后来就是动物园，你若讲伫新竹去当中，新竹敢若3大动物园，公家啦，我是讲公家就是台北一个，打狗一个，新竹一个尔，3个动物园尔。其他那种私人诶，当然后来是有足侪啥物宠物世界，有即种无，迄咱捌讲吼，我讲。动物园就是安尼，啊，咱讲等下我讲迄个小说就是介绍即寡所在，啊，迄是在地人因早会去诶所在，或者是在地人，譬如讲伊讲因定来去倒一个 diner 就是美式餐厅啦吼，美式诶家庭餐厅吼，因去啥物所在去食物件，去啥物，啊，我就是摕来做即个鉴本啦吼，因去食啥我去食看觅，啊，因去啥物所在我倒去看觅，啊，甚至我后来我甲阮某囝。接来诶时阵，我就是带因去即寡所在，啊，伊嘛感觉即寡所在，因袂奇怪啦，因认为可能理所当然，你比阮较早来，你较熟。但是我诶同事就感觉你都好就好诶，你若知影即寡所在安尼，
我讲我伫咧小说内底看着，在地书写在地，即伫咧国外，伫咧，莫讲国外地，即伫咧全世界拢是一个足世常、足平常诶，叫做 common sense， 就是即个基本常识尔。但是伫台湾，这是一个真罕得有诶物件，因为大家拢认为讲，足配享台湾在地诶所有诶物件，认为讲这是粗俗，搬不上台面。哦，你若看迄什么小 S 大 S， 若讲好台哦，我甲你讲，伊绝对毋是甲你学咯。内底每一句好台哦，其实拢是你家己配享，拢家己看袂起，心内拢你家己看袂起诶。你只差无甲你骂出来尔。好台是一种甲你配享，在地书写，你敢写会起？你就感觉讲，哇，我写这敢粗俗到这是啥物通好写？你写出来，你想讲啊，大家是毋是甲我配享？看无甲我看无安尼？所以写歌词诶人、写歌诶人、写诗诶人，因会当去写天边偌好诶即个什物彩霞，什物偌好诶即个日头、夕阳安尼，伊袂去甲你写在地，会一枝花，会一枝草。台湾人即嘛当然较好，我相信即嘛当然是较好啊吼。伫咧民进党执政，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即个观念就渐渐有入来吼。伫阮成长迄个过程中，对在地是足配享诶。你莫讲配享，有时啊你讲起来，佫有罪恶感，因为你若只要提起台即个物件，其实心内感觉讲足会有罪恶感哦。你也知，连阮迄人讲台即个物件是有罪恶感诶。你看偌恐怖诶，即种思考，迄种思想灌入伫咧头壳内，啊，你袂想要去赢起你诶祖国转来，当然嘛会。所以你即马看咧迄种。啥物5年、6年、6年级、5年级迄种，即嘛走50号、40几号以上诶，50几号以上诶，迄种亲姊甲出接诶迄种人，我甲你拜托，你其实你也可怜因啦，因真正毋知影因姊甲会出接。即种在地书写观念，因是无诶啦，因对因来讲足配享。所以今仔日我讲即个庄头诶历史，啊，互阮庄头诶人听诶时阵，其实因逐个。嘛，逐个是真正足戆赢，足 surprise， 讲哦，原来咱庄头有遮尔侪历史通好讲。较早我伫 Facebook 已经写几啊档，就无人咧看啦吼，有看嘛，足少诶啦吼。啊，今仔日透过放送，里长宣传，逐个才知哦，即个庄头有遮尔侪历史通好写安尼。OK， 对愈在地愈国际即种观念哦，我嘛是。差不多10外年前才开始有诶吼。愈在地愈国际，你愈所熟悉、你所知影即种物件，其实外国人上好现诶，就是伊所毋知、毋捌看过。啊，可能就是知你看，就是上粗俗诶、上无路用诶、上根本就一般拢叫你敬时，拢等伫边仔绝对袂去敬迄种物件。迄种在地物件，其实就是你诶宝嘛，你爱珍惜嘛。我前几工我攞一骹肉，我日本诶迄个含我斗恁读书诶，我小互看，恁摇看觅啊，伫咧骹卤肉内底，伊敢若有一项物件，互伊上好诶，你问，我迄是啥物件？我甲你我，互你20秒，你想看觅是啥物件？我甲你讲内底有啥？一般你卤肉一骹卤肉不过就是3层肉嘛，哦，一定诶3层肉嘛，豆干嘛，哦啊。迄个海带嘛，哦，我是佫有客菜头，吼，啊有时啊客人参，哦，人参就是红菜头，红萝卜，吼，啊，佫有啥？一般大陆是客这嘛，吼，啊，佫加豆皮，吼，啊是啥物豆链，反正咧客这，啊我是无客啥物豆皮豆链啦，吼。恁佫互恁10秒，恁摇看嘛，伊对一项物件，我拄仔讲迄对一项物件，伊甲我问讲迄是啥？伊足好现诶，因为伊毋知影。豆干尔，我切细甲乌索索，细细白白安尼，一块豆干，伊问我讲迄啥？伊足好诶，你问看，伊讲看，足好食，看咧啥物件？我毋知影讲日本人无食豆干啦，豆腐可能有啦，豆干可能捌看过吼。
后来我讲豆干，伊才甲我讲塔卡诺豆腐，我毋知影，我有甲问伊无甲应，我问讲塔卡诺豆腐是恁讲豆干呢 ？OK， 咱认为讲咱在地上粗俗的物件，其实在外国人看法，因足稀罕的，因捌看过啊。啊，所以你的创作的题材，我拄则讲个，咱即马讲，我即个话题会当收起来吼，讲遮结尾就是讲。拄则要讲着，你认为讲你认为讲上无价值的，其实在照你是你上爱上珍惜，因为你上深，你对伊上熟，你对伊可能感情上深，但是你毋知影。你就算讲你毋知，但是你写的时阵，你所写的绝对是上有感情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对伊上熟嘛。你的歌词内底，你敢捌去写过？你附近的对一条路？来，我昨昏啦吼，我昨昏早你读的即本书叫做中文版我毋知应该是叫做什么嫌疑人 X 的现身吼，这是东野圭吾、东野圭吾吼，叫做鱼甲信诺 K 五伊所写的小说吼，《The Devotion of Suspect X》，我读的英文版啦吼，我读一段你听就好。东野圭吾，我相信我拄则在查即个台湾即个畅销小说内底，伊小说嘛是伫台湾卖了足好诶吼。你看伊诶书写就好吼。我头一段我先开等是第一页第一段吼，7:35分，早起7:35分，伊西加米先生吼，伊离开伊家己诶伊个阿帕度吼。那敢若亲像伊每一个礼拜早起所做诶代志啊，伊要离开时阵，发现讲哦，迄个停车边内底迄只定来看着迄只绿色迄只脚踏车无伫诶，吼。虽然讲是三月天，但是抑阁是非常冷吼。后来过来所以伊就he walked with his head down。Burying his chin in scarf, a short way to the south。好，对遮开始，就是你看吼，在地书写是安怎伫要安怎讲，就是咱敢若讲无去刻意，没有刻意吼，无去挑工去写，但是人就安尼写。A short way to the south, about 20 yards, ran Shin-Ohashi Road。当然我嘛毋知影 Shin-Ohashi Road 是啥物，即汉字无写我嘛毋知。我问我日本朋友，伊讲。A short way to the south， 就是南边迄条路，差不多是20码吼，20码20码远的所在，迄条路叫做新大橋 road， 新大橋路吼，这是日文吼，新大橋路。From that intersection, the road ran east into the Edogawa district。迄条路东是江川区，江川叫做神户，江户川区吼，江川区。啊，西呢是日本橋區。Just before 日本橋 it crossed the Sunida River at the Shin-Ohashi Bridge， 就是要即个是日本橋的时阵，经过伊会下过即个 Sunida River， 就是羽田川吼，五点川啦吼。At the Shin-Ohashi Bridge， 迄条桥叫做Shin-Ohashi， 新大橋、新大橋。OK， 即本书第一页头一段，你一看，甚至我昨昏甲 Google Map 拍开，我照伊讲的去找即个叫做啥物区啊？我煞袂记，新大桥区，新大桥区，我找着新大桥区，照 Google Maps 迄个照伊所写，着挺好去行迄条路，拢行会出来。相反，我伫咧即个伫咧广播内底讲的迄本，我拄则讲的迄本小说，我来美国了后，头一个月读的小说，内底有一段的描写嘛是差不多是即种写法，就是拄则安尼。伊讲伊透早要出去买一个物件，买 donuts 做早顿的时阵，伊骑脚踏车出去是安怎行。你 Google Maps 听了显出来，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伊讲的。人个写信嘛，对伊来讲，即个生活的即个环境嘛，就写出来。伊嘛毋是挑工讲要去我为着要发扬即个美国精神，为着要在台湾国族营造，所以我来写这，毋是啦。
对伊来讲，伊写诗的写法，伊就是爱安尼写嘛。伊对因兜去倒落厝遐去买物件，然后因为伊一时心内想讲，要加说一寡吼，回忆一寡啥物代志，伊就加对倒一条路，佫驶去倒一条，看啥物件，心内有啥物感想安尼。这就是足平常事实的在地书写啦，这毋是啥物特别的。但是你看，对咱外地人来讲，看起来可能足清楚，但是我甲你讲，因为我现过我看，单因为即本小说头一篇第一页做即种解说，我去现过 Google Maps 了后，对即个所在了解了后，我甲你讲，我毋捌去过东京，我甲你讲，我去东京的时阵，别人爱去看的景点，可能我无兴趣，但是我会走去即个所在看即个所在。这就是好景点，这是对我来讲，这就是上重要的景点。所以台湾人一窝蜂，啥物物件走去翕丛树啊，你家己敢无你家己的迄个西徛景点？无法度嘛，因为你伫咧小说看袂到安尼的写法嘛，所以你对屏东的街仔路无解释嘛，你对新竹的街仔路无解释，你今仔去到迄个所在，你嘛袂专讲讲要看去倒一条街仔，因为迄个某物人作者写讲迄个主角是安怎伫遮生活，安怎伫遮行来行去，伫遮散步，伫遮发生啥物乱来故事，伊含的女朋友伫遮分手啥，你看袂到嘛？你无即种在地书写传统的时阵，你去到一个所在，你嘛有对迄个感情。你对迄个所在感情嘛，无法度产生嘛，吼。好啦，我讲到遮，就是我今仔日要讲的，就是讲，你要讲起来真正就是安尼。今仔日日本伊发生迄寡代志，归根究底就是你台湾人完全无台湾国族的迄意识嘛。你无迄个讲，即粒岛是我的国家，即粒岛是我的。是我最后所拥有的，我今仔日失去了，倒啥物都拢无嘛。你要叫我去流亡去倒位？啊，你若今仔日认为讲死若是祖国，死若硬起来踮遮来甲你统治，来甲你糟蹋拢袂要紧。迄种想法含拄则我讲迄种以即粒岛最后即个家乡的即种想法是完全无共啊！吼，好，讲到遮，过来是开讲时间啊。我今仔算客气吼，甲他讲半点钟。下底欢迎你拢会当来开讲啦吼，甚至你要去讲即马立法院的代志嘛袂要紧啦吼，剩来半点钟就消。但是我甲恁提醒吼，我这是录音房吼，我有录音的吼，所以你若无方便，你就袂要紧吼，让你再来讲，拢甲恁邀请起来啊。即马才教的歹势吼，我着无搁重播啊吼，无搁 replay 啊。我要来摕一下水来啉者。哪会遮尔安静？是发生啥物代志？是我今仔日讲了伤沉重，还是我今仔日讲的大家无赞成？无啦，我看遐迄个台湾的迄个状态嘛，足沉重的。安尼哦。就即两天的新闻，嘿哦。嘿，啊，我拄则讲啊，毋免沉重啦吼，毋免伤绝望去啦吼。台湾，我拄则一开始，我毋知你有礼拜有听着。台湾，伊若要真正要讲起来，1945年的时阵，就注定台湾今仔日就是即个情形啊吼。林献堂因蒋渭水因蔡培好因其实拢是大统派，因就是大统派，所以45年了后，台湾的路是啥物？统派硬指统派，硬指是哪人来统治你？哦，这是好讲好听话。统派硬指是哪人来甲你糟蹋？这就是事实嘛，这绝对是
一条绝对会发生的代志，绝对会行去的路，因为你台湾传统派嘛，啊，今仔日发生2024年和1945年有啥物差别？迄寡大统派选出一个60趴以上亲西那的国会，发生即种代志，敢有啥物好意外？无啥物好意外。1945年赢起西那人来发生228，那迄嘛是正常的代志啊。所以今仔日会发生即代志，即嘛是足正常的。大家也毋通伤绝望，毋通伤绝望吼。即代志愈发生一遍，台湾人会愈觉清一遍。吼，当然我拄则讲的吼，迄寡选即寡人的人，因袂后悔啦，因嘛袂觉醒的。但是透过即个机会，你甲搁较深明白一项代志。今仔日伫台湾。民主，台湾上爱讲民主自由。我甲你讲，民主在我看，我之前拢讲过，民主伫台湾绝对是毋是上重要的价值，上重要价值绝对毋是民主。民主是爱甲害死你啦，因为迄寡人会甲你害死嘛，因占多数嘛，因是叫啥？迄个叫做因是大多数的就对啦吼，因是票多的人嘛，因甲你害死嘛。民主，你互伊民主，你试看觅啊，因绝对甲其他人带转来甲你糟蹋咧。所以伫台湾，我较早捌讲过，民主绝对毋是上重要的价值。所有讲啊，什物台湾民主自由，我感觉民主绝对毋是上重要的价值。伫台湾上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上重要是自由，是法治。法治自由比民主搁较重要。民主排第三，甚至搁毋是第三项，根本就无重要啦。在我看，民主毋是介重要的物件啦。自由甲法治才是。啊，今仔日台湾人一个心内，你无甲即个基础拍好在，讲即个台湾国族意识啊，家己建立家己国家即种意识，若拍无在，就是发生今仔日即种代志。你若继续甲即种上重要即个基础工程看袂起即种基础工程，就算过30年后，嘛是会发生即种代志。迄当阵无定是65%比45%，即差别伫遮尔，袂搁较进步搁较偌济啦。我讲前提是讲，只要是你看袂起即种台湾国族意识、即种营造、即种工程，你看袂起即种意识形态、即种宣传，绝对是会发生即种代志。我讲看袂起啥物意思呢？我毋知我找会着袂吼。我正经我平常无想要讲啊，但是我一定既然着要讲啊，我就讲互恁听。但是我袂记迄个人，我 Facebook 有加伊啦吼。伊捌写一本书，什么最低的果子先采还是啥？意思就是差不多，因为伊捌去北京还是啥去写。伊是台湾囡仔啦，查某，我袂记伊名。我毋知恁有人知影我讲的即个人无？什么最低的果子？伊到底是叫啥名？我才袂记伊。我先查一下吼，是到底叫啥？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后。我看是毋是即本书伊写？哦，对，叫做颜德雅、颜泽雅、颜德雅。哦，你看伊的，譬如讲，我即马显着即个网站叫做“阅读前哨站”吼，讲伊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后，6个议题成书以及完成一图吼，对无同的视角切入解读，跳脱唱衰台湾的焦虑思维吼，就是你看人对即个书评对即本书的意思讲，人伊是跳脱唱衰台湾的焦虑思维。问题是，你看伊，我看伊最近 Facebook 所写即篇文章，我甲找出来吼。你若有兴趣，你家己找者 Facebook 啊，你用颜泽雅应该就找会到伊的口字吼，找着。
我嘛免找啦，我即嘛甲你讲吼，你有兴趣你去找即个人，伊所写，伊有写一篇文章啦吼，意思是讲，迄个啥，什么清调，偌清调要就你嘛吼，啊，伊讲我嘛是转互偌清调啦吼，因为比较起来，当然伊认为偌清调较会当信任嘛吼，但是伊是安怎讲的？伊讲。拜托外清调，绝对毋通阁提起台独，什物？我袂记，咱莫后壁讲啊，咱甲伊写字直接摕来读啦吼。无我讲我你甲我学啥？严泽雅哟，我查者。为什么我找袂到伊的口子？我用我的家己的口子来去测看觅。好，测着叫做 Joyce Yan 吼，伊的迄个 Joyce Yan。我毋知找着无，伊敢若直来咧写，我毋知倒一工写。好啦，我无法度通直接甲伊所写的拢直接讲，意思就是讲，你偌清调，我甲你拜托，你上台了后，你着莫讲要台独，或者是莫，意思就是讲莫去刺激着另外一边的人就对啦。我甲你讲，这就是我拄则讲的迄种。你无重视即个工课，你无重视即个意识形态即种宣传，你无重视即个台湾各族意识的营造的工课，即就是我讲的迄个心态。因为伊认为这无重要，因为伊认为这会去刺激着另外一群人，因为伊认为讲这物件去啥物大家拢知，我免我加讲，就是你伤偏激，你会制造啥叫做啥制造分裂还是啥？你会。反正就是意思是，你著出来掠代志，你娶包麦克，你是什么叫做啥 extremist 啦吼，就是伤极端啦，伤激进啦吼。即个激进毋是迄个激进啊，伤激进啦吼，毋是激进啊，是伤激进啦吼。意思就是你是偏激分子啦，拜托偌清调，你毋通去做即种偏激分子所做诶代志。颜德纳所写的文章讲要跳脱唱衰台湾的什么吼，无得看那敢若是足中立、足地线分子、足阶层的、足 high class 的，讲出的话就是即种的，甲含70年前的即个林献堂医生无共，完全一模一样嘛。所以我讲，若是照即个情形过落，过30年后发生即种代志嘛是正常啊。我毋是讲即嘛发生，连30年后发生即种代志，甚至30年后连机会都无，因为可能无定啊，搁第二遍的第二摆早已经发生过啊，第3遍嘛有可能啊。好啦，还是我讲到遮。我即嘛话拢加足够话，拢加讲啊。阿关兄讲的迄个应该是5、6工前伊所写的啦，我搭咧确认内底。安尼。一句安尼讲嘛吼，反正伫因遐我著讲啦，只要食着中国屎的内底着中国屎，差不多就是你著，因为你使用迄个语言，你著是拢往对迄边的思想去啊嘛，所以真正就是。到底要创啥，家己爱真清楚嘛。所以1945年迄个时阵，日本一宣布投降，越南就先宣布独立嘛。台湾这边就因为过去可能上面，清帝国无咧管，日本人来糟蹋台湾人，台湾人想讲，是毋是有一个中国会使活，会使较好势？哪会知影带落去换着闪啥的嘛？所以，台湾和越南就自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了后，就走向无共的方向，无共的世界嘛。虽讲台湾这边袂输中国伫帮伊，要讲天佑还是碗糕，反正迄拢嘛是中国人嘛，中国国民党或者是免号做大陆国民党嘛，不管，反正就是种党嘛。来到遮了后，
本正就是孝顺台湾遮所有的资源嘛。1947年发生228事件，迄等于是有计划性的伫屠杀台湾人嘛。只是讲到目前为止，现主席是2024年，原仔嘛无够侪台湾人对过去遐历史有够认捌，有法度清楚的认捌嘛。越南1945年了，伊宣布独立，虽讲讲伊嘛经过真长的一段时间的，不管是对抗，甚至美国和苏联去支持，或者是美国和中国去支持越南南北越遐的物件有诶无诶。也毋过至少，越南诚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嘛。台湾是真歹势，目前也是一个地号名尔。所以变成讲，即个资源拢去用摕去，去用安怎讲？一开始就是徛伫咧中国迄边的想法嘛。所以你读册内底拢全迄种西纳吼，西纳即个音。有几落种汉字的写法嘛，反正你要安怎读拢凊彩哩，反正就是死那就对啊嘛。所以变成讲你无毋对，你想讲，因讲做啥？大树底下好乘凉哦，要毋过伫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个前提，可能你就是有可能去用诚做牺牲的迄个人嘛。因为你既然要活伊啊，伊就安怎甲你糟蹋拢无，你拢袂使含苦嘛。即摆迄个颜铁仔讲的有嘛，不是迄个意思嘛，讲莫甲伊刺去。甚至最近应该有一寡人安尼想嘛，只要是中国人反对的代志，迄就是正确的代志嘛。伊若愈讲袂使讲即个词，伊会生气，就气互伊死。迄若无互我气互死，迄是咱无才调，迄是我无才调，讲一句话就气互死嘛。也毋过不管别人要安怎做，迄拢毋是咱会使控制嘛。咱会使控制，就是讲恁爸会堪要拍，我就毋惊你来甲我拍啦。所以因遐个人一直淡仔咧讲啊，你看迄柜台面，你看遐相诶，就是讲啥物恁就是想做啥，迄就是讲遐戆话嘛，变成讲啥物生理人无祖国啥有诶无诶。林春生原来嘛是算日本时代有，应该是日本时代吧，还是我袂记着对，反正就是讲随便讲伊嘛是1/3的人生伫中国迄边，来到台湾徛起。趁袂少钱，抑毋过人伊嘛是讲，既然就来到遮啊，因中国人上爱讲啥物落叶归根嘛，要转你做你转去，无人甲你动啊。林春生是讲啥？落地的归根啊！你既然要来到遮，你应该就直接徛起嘛。你搁一个点仔孝顺对方，孝顺别位是要创啥物嘿？对阿关遐所讲的遐在地书写即条代志，我就是讲，即阵啊有一个感慨，就是讲。过去的教育就是讲，无咧甲你教台湾的物件，拢一直讲因中国偌好拄好，一直教导嘛是嘛，因遐共和国一直讲因中国偌好拄偌好，啊偌好你就去嘛，无人甲你动啊。结果台湾遮伊就是变成讲安那，这嘛是我学台语了后，才发觉到真正有袂少遐的人拢是种想法，啥物想法？九顿青草无上算，一顿凊糜扣遐会囥，做甲搁较好。100件内底有99件拢套动赞的，一粒一个。敢若上尾迄件无符合伊的意思尔，小可去切着伊的意思尔。切着伊的意思，毋是讲真正要甲伊注水，要甲伊糟蹋，毋是在公理、在公义、在正义、在公平的立场的前提下爱安尼做的情形，因为可能损害着伊自啊利益，伊就足袂爽的啊。所以因遐中国人差不多拢是安尼生，伫台湾搁较侪即种人啊，所以去互遐个教了后，就敢若阿关遐所讲咧，较像物啊，伫我读内底原来嘛有袂少中国屎啦，啊其他人我是毋知影啦。所以即种排毒的过程是不哩啊辛苦，不哩啊安怎讲挑战，甚至爱将过去我所受的遐个教育一寡知识，爱搁重新杀出来，搁定胖一遍。甚至我最真正就过去拢用中国话咧受教育，敢是爱来进行一套用台语甲过去用中国受教育遐知识也好，遐啥物件好，搁用台语搁甲伊留一届。若准讲有才调安尼做，甚至当然你若法度用英语将你过去所得到的知识搁甲留过一届的时阵，因为你用的是中文，所以立场就是徛伫咧中文来看。若准讲你有才调用台语、英语甚至日语，搁来看你过去所得到遐知识的时阵，你绝对会使摕到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观点的知识啦。所以迄一方面嘛是互咱会使，我就讲嘛，咱人为虾米需要学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语言文字？
就是莫去互高一种束缚掉，伊叫你安怎你就安怎，你绝对无第二句话通好含苦，因为你无其他的观点嘛。啊，即是伫伊台湾遮，就是过去拢迄种啥物统一的啦、标准的啦，也是讲袂使有第二句话讲迄种教育体制下教出来，怎无人敢讲第二句话？你若想要讲第二句话，毋是去用撇，无就去撇甲无一块好的，啊，你就可能就脱离迄个教育体制啊嘛。转来讲，遮个在地思想较想影，就是讲，你徛伫即个土地，你对即个土地无理解、无了解，啊，因拢教咧浮的，你知无？我就讲袂输哪嫖咧，嫖嘛有紧啊。因中国人较早讲啥物失根的兰花哦，啊，啥物花？讲迄失根的兰花含台湾遮根本就无相像嘛。我就讲应该就是嫖啊，伊就甲咱教做袂输哪嫖啊，尔呀。所以这物件变成讲，你家己安尼想啦，应该重新去思考讲过去。咱所得到遐知识，是毋是应该爱再用台语遮，佮重新甲了解一解？当然，遐上重要、上基本，应该就是种国族意识的建立、建造甲起造，啊无，佮一直用中国话淡仔咧讲遐有诶无，真正是毋知咧。以上。我找着迄篇文章吼，甲顶仔所写来，咱莫共误解啦吼，咱直接念伊讲诶吼。头前我直接念即段。再来是我一划入下来哈，再来是我的建议，我希望他别再讲台独了。卸任后要怎么讲，当然没问题，但我总认为他当年的台独工作者啊，这个 quote 哈，有这个有加这个引号，但我总认为他当年的引号台独工作者引号发言是大败笔，任何问鼎大位的人根本都不该有这种发言。哇 ，OK， 我真正是互即句话惊着吼。越是绿到出资越不该啊，所以就是讲，所有若要舞台独的人，台独这两字无应该讲出来吼。好啦，等下咱讲要讲啥？越是绿到越出资越不该，一来是为了台海稳定，二来是会制造内部撕裂，没要问鼎大位，或就算要也没希望的那种人，你讲台独，我就觉得非常好。啊，这什么意思？等下你若要出来选总统，拜托你就开始讲北差就对了啦。OK， 当然我第二段了解，当然这句话也让美国感冒，逼得赖清德只好再说，台湾已是主权国家，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没有独立路径，这不只是限缩台湾未来的选项，也不符合现实。好，这两段我要批评，我要讲的就是讲。我相信，自我开即间房，伫每一个礼拜四暗时台湾时间即当中开即个房，我所开的每一点钟，拢咧讲台独。只是我足罕咧讲即两字啦，吼，你拢知影，我连标题我拢写台湾各族意识营造，台湾各族意识营造工程队，台湾各族意识，我就嘛定来讲台湾，咱来建立即个台湾各族意识迄个观念，迄个意识爱建立起来，爱做一个基本工程。基础工程爱甲打造，互赞的，大合适，爱宣传出去，互每一个人拢有即个想法，有即个台湾各种意识的即种看法，即种意识形态。我这对一句毋是台独啦，我自开即个房了后，对一句毋是台独，拢是台独啦。只是讲我嘛较安尼讲台独这两字无毋对啦，我拢讲台湾各种意识营造。所以。莫讲台独这两字袂要紧，但是做台独这项代志绝对爱做，绝对一定爱做。你若毋做，我甲你讲，我甲你打包票，我绝对甲你罢免的啦。20年后、30年后，你别过来一遍啦。莫讲20年、30年，我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地法也发生的这种代志，绝对袂消失啦，绝对袂消失。只要迄寡认为讲是那是伊的祖国的人，伫咧台湾这个所在，伫咧国会内底咧徛起，伫咧国会内底占多数。你台湾人，你想要出头，你台湾想要建立家己国族，我甲你讲 ，no way 啦。好，剩30分钟，咱讲啊遮激动，过来咱过来转来讲即个，譬如讲，我昨昏有看到一句话吼，即个可能是伫咧 Twitter 还是伫咧迄个 Thread 顶头，一个人问一句话，毋应该安尼讲，我故事简单讲，即个人伊是查某囡仔吼，伊读到博士，啊，伊敢若是读语言学的博士，伊就决定讲伊要转台语来带伊的囡仔吼。
啊，因先生敢若是以色列人吼，用希伯来语教囡仔吼，所以伊个囡仔是爱讲台语甲希伯来语的。有一工因先生甲问讲，你教台语是因为即个语言，还是因为我袂记伊的讲法了，意思就是讲因为即个国家。伊讲你讲台语，为台语即个语言，或者是为着即个国族啦。哦，对，是为了即个国族，还是为了即个语言？各位，你是要小想一下吼。你，譬如讲，你来对我学台语，你来今仔对阿关学台语，你是为了即个语言啊？你即个语言偌水拄偌水，啥物中原，啥物风，啥物话啊，我都听无吼。或者就是上后碰的迄寡通派，就讲啊台语啥物有古中原之风，啥物有诶无？我甲你讲，在我看，我从来无甲迄种物件放伫咧上重要。我认为台语。我今仔吹煞台语，绝对毋是为着即个语言，我直接甲你呛明诶，我绝对毋是为着即个语言，我是为着即个国族。啊，所以来问我讲，啥物物件安怎讲，台语安怎讲，或者是我要外文啊，拄外文啊，我甲你讲，歹势我袂晓。我今仔日来吹煞台语，我是为着要吹煞一个国族诶产生，我是为着一个伟大诶国家诶诞生来做即个工程诶。我对即个语言其实。我所知有限，我嘛无认为即个语言的伟大到迄个程度。什么古中原汉语，什么传承过3000、4000、5000年的即个无，我对我来讲，迄物件迄拢叫做死呐，迄叫做闽南话。对我来讲，我真正台语是我认为讲应该起做的是个新语言。即个新语言内底包括叫做新的即个价值观、新的理想伫内底。较早古早语内底啥物一寡啥物汉音啥，迄无重要。啊，所以呢，啥物即个汉字爱用啥物词，多是字才是正确的。我甲你讲，对我来讲无所谓。你今仔日甚至，我今仔才想讲，有一个朋友伫咧内电话问我讲，啊，你当时要退休？我讲，慢可能10年啦，啊，若紧，明仔载就听好，巴肚下起来就听好日期啦。我要用台语写，但是伊看无啊，我无法度写白话字互伊看啊。我就想讲，巴肚下起来要安怎写？啊，弯下的下，弯写就写起来，伊就看有我。腹肚写起来，哦，当然伊知影我爱写台语，伊就知影台语读。巴肚下起来，明仔载就听好头路是条。巴肚下起来，迄个下起来，你只要有法度甲即个台语写出来，你用啥物汉字，我拢袂甲你讲，你袂使。OK， 我讲了伤远，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心内所想的是即个语言，还是即个国族？吼，对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博士毕业的迄个查某囡，伊是你想啥？伊无讲答案，我嘛毋知。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安尼，我的答案就是安尼。啊，伊足欢喜，甲因先生讲啊，阮高雄镇嘛要有一间全台语的学校咯。哇，因先生听者惊一跳，哈，啥物？恁台湾连一个全台语的学校都无哦？你会惊袂？我相信在座即侪人袂惊，但是我真正是即句话，真正是人惊一个，你嘛爱惊一个。哈！伫台湾竟然无一个全台语的学校，即种国家，你竟然完全袂惊着，你爱惊着啊！你的国家要无去，其实应该讲，你国家也袂起造起来啦。你应该爱惊，但是你从来袂惊。哦，9:53分。欢迎新朋友哈。其实讲起来嘛是老朋友啦。古斯拉说其实之前我嘛伊足欢喜的，伊听了我有即搭开房，我一入去，哇，足欢喜的，伊念足侪，伊晓 rap 台语 rap 吼，佮专工念我听，真欢迎你吼，真感谢。啊，伫即遮吼是洗脑的所在啦，我会直接讲明啦吼。若看到台东2字惊到要死吼，你着听好紧出门安尼，毋通留等车，你会叫我惊死吼。我会甲你惊死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老话我小看一下吼。我拄则讲巴肚下起来迄个下字吼，就是迄种
歌册写法啦，因为歌册因咧写台语的时阵，因无可能用罗马字嘛吼，因为写歌册的时阵，因都尽量用汉字，啊有时因就用，譬如讲，伊即个假借啦吼，就是借一寡汉字音来用，因为伊找无音嘛，就只好甲迄个我讲原写的写，就个写起哩，伊嘛是读会出来吼，巴肚下起来原写的写吼，原下嘛，因为当然就基本的台语你爱会晓念就影啦，哦，你才有可能会念讲。巴肚下起来是安尼下吼 ，OK， 到长米糕无像算吼，米糕是较稀罕吼，但就互你食到长，你无你甲我代念一顿两糜，你着甲我摕起来甲我念几啊遍吼，互你请甲你食一顿啊互你食一顿啊两糜尔，着甲一日甲毋甲念，好。Jeremy， 我对你较无熟悉吼，歹势吼。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嘛是欢迎，啊，当然我这有录音的吼，你若无方便不要紧。哦，所以你拢有去台语房，含马文讲台语，才有一位。这3年，大无共，我才袂认的。啊，两人所真感谢你吼，逐礼拜来甲我斗捧场。台语袂晓讲袂要紧啦吼，因为我拄则讲了，我讲台语毋是为着台语我外交拄外交吼，或者是为着台语的啥物，我对台语其实我拄则一直讲吼，你就算讲今仔日你台语袂晓讲，你上重要是你迄个心要打造即个台湾国族的迄个心爱有诶，迄个心比啥物搁较重要。啊，再来讲即个语言的问题吼，当然对我来讲，我所行过即个历史路站，互我选择台语嘛，互我选择我所识的上亲的即个语言嘛，并毋是因为即个语言特别啥物。文雅特别啥物有啥物学问有啥物水准，拢毋是，绝对拢毋是。就是因为讲我对伊熟，而且这是我出世大汉的，我的庄头所用的上侪一个语言安尼。啊，伊嘛是台湾伫个战前上普遍的一个语言安尼。啊，当然你今仔日讲你要经客语，你要经原住民语，拢足欢迎。因为只要是你迄个出发点是在伫个要打起造台湾国族。即个出发点来吹杀即个语言，我就认为讲，我真正足甲你鼓励吼。啊嘛讲，我妈妈是越南人，我妈妈是北京人，我妈妈是四川人，我跟你学什么台语，对不？啊，应即句我就讲，那你滚蛋！哦。即摆我大概是会用，因为30年前客家人伫争取因的母语权嘛吼。啊，毋过其实迄个母语权，我感觉可能要换合作本土语言来咧讲啦。所以以我的观念、我的概念来讲，就是讲，2019年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虽讲有甲迄个北京话、普通话、中国话列做，或者台湾即个国家语言，其实迄第一啦。台湾是一个地号名嘛，中华民国即个国名嘛，佫有讨论的空间嘛，所以我个人是无认同中国话是台湾的本土语言嘛，我认同的台湾本土语言就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嘛。啊，若不管你原底出身是啥，你讲恁老爸老母倒位来啥 ，OK， 拢无问题。啊，你要学的语言，你嘛会使家己选择嘛。啊，你若准讲要选遮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 ，OK， 我就认定讲哦，你是打算要来学台湾的本土语言。啊，若遐个外国人要来到台湾，因为目前为止啦，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啦，中华民国的侨委会啦，中华民国遐个组织，拢呼请、拢邀请、拢鼓励全世界的外国人来台湾学中国话啦。当然，伊目前是家讲做华语啦，吼，讲台湾的华语是啥物？比中国的普通话搁较如何啦。啊，讲实在，我就无认同迄个号做本土语言啦，对我来讲，伊就是外国话啦。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嘛拢知影啦。
就准讲现主时你我咱有才调用迄种普通话来对话，也毋过遐个对话拢是对地学来，拢是对教室、对课本顶悬学来。啊，教室甲课本顶悬学来，遐拢是书面语啦。有人咧讲，你若捌去过北京，遐个北京开客人车还是开公车还是啥？怀疑你伫咧街仔路拄着遐个人，因遐个讲的北京话，讲的普通话，迄才是因生活的语言啦。目前伫台湾，咱所学着遐个华语、遐个中文，迄拢是书面语啦。所以目前我所看到，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嘛，啥物外国人？我是一个会晓讲中国话的外国人，吼。学着遐个书面语和日常对话，吼，对课本顶悬学着的中文，和日常对话有可能讲会出来迄个华语，是有正大的偏差。有可能伫因北京，因的言文一致的程度，和咱现主时台语文的言文一致的程度，反正相反我毋知，因为我毋捌去过，我毋知，我也无想要去啦吼。伫台湾遮的中文和华语的言文一致的程度，在我看来，在我一个外国人看来是超7成8成啦。啊，当然有可能有个人会讲，伊平常时拢咧讲中国话嘛，拢讲华语的嘛，啊读中文册，所以对伊来讲，伊的迄个目睭看的文字，含伊喙讲出来遐个语言是有8、9成的相像的程度，有可能，这我毋知，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啊，毋过以台语文内底，我目前所读到的遮，不管是比较较少年的，我讲的比较较少年，可能是1980年，1990年我袂记哦，1980几年，1980年代出世的遮个台湾人伊所写的遮个台文的，或者是较过几岁遐吼，1970几年的，1960年的，甚至1940年、50年遐因写的台文册，就是我著讲我一读，迄著是台语人会讲话迄个日常的内容，只是真差讲。你平常时啊，可能是用耳孔听到的嘛，听到老大人、是大人，也是比你比我较侪个人讲出来话，啊，只是现主时讲出来遐个话，伫文字顶悬看到嘛，所以对我来讲，遐个言文一致的程度，我目前看到90%、95%以上。啊，原来嘛有一寡，不管是因为无方便、无适合，或者是还袂言文一致，因为总是。语言一定比文字较大声嘛，文字是咧服务语的嘛，啊中文的部分，我也无想要继续研究啊。对我来讲，就是台语即个部分，上无就是先讲转来嘛，啊读的部分就是白话字的问题，资料遐尼多啊嘛，啊新的创作嘛一定有出来嘛。即几年啊，因为科技，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会哪来哪济啦，所以我会感觉即方面是会使继续努力拍拼的。时间到，所以我用最后3分钟啦吼，互我问一个问题，但是可能今仔日大家无方便回答啥吼，你转去想一下吼，啊知影甲我讲一下。我即马掀开即个预期必考台湾无读书即个条文内底吼，我要看讲到底伫个改严了后，台湾内底即个传统书写到底即个程度甲什么程度？在我看真正是无吼。我看即段是多元化文学，1980年了后，我所看内底即寡名人名吼，乡土母语文学，吼，伊讲起母语文学，讲内底讲林宗元，我毋捌看过，向阳我无介清楚吼，林永敏、黄金莲、陈明仁、李群花、黄耀天即寡人啊，杜潘凤格、张贵海，其实我看介少啦吼，无讲介侪。但是即寡母语文学内底有做即个在地书写，我认为这是应该，嘛是无啥物意外吼。咱来看其他，咱来看李昂可能淡薄仔有，廖辉英可能无，吼，我认为可能无。过来是潇洒可能无，吼，苏维晶、夏雨、夏雨、袁琼琼，这绝对无，吼，伊种啥物女性文学的代表吼。过来张大春、张大春，我甲你讲，毋免笑想啦吼。黄凡可能嘛无吼。阿胜、林耀德、林耀德，我有看过什么1947啥高沙北笔合，但是我无看过伊写现代的文章，我毋知内底到底偌侪即种在地书写会出现着，我认为可能嘛是无吼。过来是1990年了后，我甲你讲，绝对拢无吼。骆以军、
单线我毋知啦吼，罗已经是应该是无啦吼。吴淡如免孝想，刘墉绝对无。啊，过来是啥？过来较有可能有出现的代志，因为我无读过，我毋敢讲吼。所以你若有看，我这就是我要问你，你若有看过，你才甲我讲。内底到底有偌侪在地书写在地吼？痞子蔡我毋知，我毋捌看过吼。啊，什么伊我知影即个网络文学，恁可能有读过，恁看内底。照你讲，即个应该内底足侪在地书写才对。你总不着当这架空个，甲即个整个即个 setting 规架空，佮明明伫发生在台湾的即寡乱来故事，结果拢架空，内底看袂着中山北路。伫台语歌内底着中山北路行7摆呢。吼，你看内底敢会写咧中山北路写咧什么因所较早咧乱来每一条街仔路，吼，藤井树、阿莫、简士根。啊，搁另外一个作者，我即嘛名一直想袂出来，因为迄畅销书吼，写什么之歌啊，我才袂记啊。我规本有读过诶吼，内底完全无，我印象中是完全无即种在地书写诶传统。莫讲传统，无即个在地书写诶 common sense。咱莫讲是写实文学，莫讲迄种什么幻想文学啥吼，即寡写实文学诶部分，照理着应该爱有诶物件，就是完全无。为虾米？台湾人。咱即辈，阮即运的，阮甚至是阮顶运的，阮去互教示出来，就是袂当去接受着你在地，就是讲你骹袂使去担着土地啦，你担着土地，你就是粗俗啦，吼，好5分钟到，咱来规房吼，啊，拄则迄个问题你讲嘿。因是含土地无情感的啦，所以教袂出来含土地有情感连结的人啦。对，所以迄种 common sense， 伫咧外国作家，我凊彩摕一本出来，就是偏领人就是迄种脚踏实地的书写方法，伫咧台湾完全无嘛，完全，这个是文学作品哦，佮有足侪其他的作品，我是毋知，当真正拢有当摕出来一条仔看，流行歌、歌诗吼，诗词啦吼，啊。美术创作就是画图啦，吼，还是讲雕刻啦，吼，任何艺术创作，所有的创作，所有迄种迄要个啦，就是创作的，需要是你去用脑筋，用有创意的迄种 creative 的迄种物件，内底偌济有用着在地的即个元素，我甲你讲，足少的啦吼。这实在足恐怖一项代志，吼！啊，所以无要紧，今仔日开始，大家会使来试在地书写在地。对啊。这是一个土鲁地，无啥物人有写过，就总共有写，嘛袂遐拄好写伫恁迄里的啦，无可能的代志啦。啊！全台湾单头单尾3000几个里，敢较厉害，倒一个作者甲恁的里写甲足详细，啊若无你若真正叫你写甲足详细，无你换写隔壁里的啊，对。368乡镇地区3000几个里啦，你凊彩拣一个里去遮研究一下，再写足多啦。我意思毋是讲，我意思毋是讲你一定爱去写历史，我意思就是讲，你伫咧你的创作内底爱甲在地元素刻入去，爱甲在地元素，即自然而然的物件，毋通挑工要，我甲你讲，挑工要避免的即种，颠倒是台湾人定有的即种心内迄个禁闭总部。毋通，绝对毋通安尼写，会粗俗，会无啦，会互讲即个，嘿，啊，即嘛就是个，即嘛，我交一个卤肉饭担安尼，我交一个啥物货安尼，用即种的。啊，即种在地好食物的，就是爱改验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我讲改验之以前咱真正看袂到这种物件。好啦，咱规房吼，今仔日希望即个观点互你摕转去思考一下吼。真正是台湾足变态啦，真正足变态的思考啦吼。好，安尼到遮，感谢各位关房。好，多谢阿关。嘿，多谢芭比，嘿。感谢，拜拜，拜拜。